情竇初開，情竇初開嘅星仔，佢暗戀咗同佢一齊搭校巴，坐喺佢後面嘅女同學。就嚟到情人節，所以星仔就鼓起咗勇氣寫咗一封情信遞俾個女同學。上面寫住：你好，我叫星仔，我每日上車都有留意你，我好希望可以同你成為朋友。如果你都願意同我成為朋友嘅話，就請你將呢一張紙傳返俾我啦。如果唔想嘅話，你可以直接將佢抌出車窗。經過咗全世界最耐嘅1分鐘，字條終於傳返過嚟。星仔佢滿心歡喜咁打開一睇，個女仔響上面寫住：車窗開唔到，亂拋垃圾更加唔應該。哈哈，據統計，1分鐘最長係會有60秒㗎。